唔少人第一次接觸互聯網都會將 Yahoo 設定為首頁，睇新聞、查天氣、登記免費電郵、喺拍賣網買嘢，再喺地鐵站交收。仲有 Yahoo 桌球、有緣人。Yahoo 嘅本地化做得非常好，曾經紅霸一時嘅門戶網站，又點樣錯失咗收購對手 Google、Facebook 嘅機會呢？ Yahoo 之所以成功崛起，係喺資訊混亂嘅早期互聯網，用人手去整理分類全世界嘅網站，接近圖書館管理員嘅角色。但好快，互聯網嘅資訊就開始爆炸性增長，人手分類已經追唔上。1998年 ，Google 嘅兩位創辦人帶住佢哋用演算法驅動嘅搜尋引擎嚟到 Yahoo 面前，索價$100萬。Yahoo 斷然拒絕。2002年 ，Yahoo 思前想後，出價$30億去買 Google 還價$50億，交易告吹。當年好多評論會話 Yahoo 管理層判斷失誤，但更深層嘅原因係陷入咗先行者劣勢。Yahoo 成功咁用人手分類嘅模式嚟教育大家點樣使用互聯網，而呢一份成功亦鎖死咗公司嘅思維，成個組織都係圍繞住編輯同內容去建立。而 Google 就用演算法更先進、更具擴展性嘅搜索引擎嚟解決資訊爆炸呢一個問題。2006年 ，Yahoo 出價$10億收購 Facebook，Facebook 同意，但接近完成之際 ，Yahoo 降價到$8億，Facebook 拒絕，交易告吹。Yahoo 嘅核心能力變成咗佢嘅核心僵化，佢嘅能力就係建立媒體帝國，吸引最多嘅眼球，賣最貴嘅橫額廣告。呢一種媒體基因令佢評估所有新嘅業務都只會用流量同廣告瀏覽量呢一個單一維度去思考，錯判咗搜尋同社交嘅真實價值。之後接近20年，用戶嘅流量就流向咗 Google 嘅搜尋同 Meta 嘅社交平台。Yahoo 一個曾經輝煌嘅門戶網站，人流慢慢變得疏落。Yahoo 嘅故事其實好類似 Nokia， 今日最引以為傲嘅成功模式，可能就係聽日轉身嘅枷鎖。時刻保持對市場嘅敬畏，比沉醉於過去嘅成功重要得多。